哇，對你哋啊，房協沽鋪超高興啊！喺呢個嘅中上環呢個荷里活道71呢間鋪頭沽咗2980萬啊！咁啊，房協沽出嚟嘅時候，咁呢個 exact 地址係講緊中環荷里活道123號。呢間鋪比較特別啲嘅，就係地下嘅3號鋪啦，連埋閣樓同埋有個嘅 open space 咁喺上面。地鋪建築面積1125尺，閣樓643尺，加埋咧上面嘅開放空間就147同埋平台1104尺。咁啊，所以咧加埋起嚟嘅時候咧，都好大個空間。哇，利數回報好高啊，6.2厘，因為租金係154000蚊。各位望下附近環境先。嗱，呢個咧係荷里活道啦，向嗰邊行咧就向翻呢個嘅上環啊西環方向啦。咁再轉過嚟咧，就講緊係中環方向啦。荷里活道咧一般就多嗰啲嘅古董多，但係呢度人流就唔算多嘅，車就會好啲。咁啊呢間幾負面嘅，就講緊係71。咁啊哇，租咁你都講緊幾犀利喎，154000蚊拗晒頭喎呢間嘢，154,000蚊唔係啊？我估啊，續租可能都未必會係呢個水平，但係入到嚟起碼勝在闊面啦。入邊呢間鋪頭，再上面有個閣樓，再上面有個平台，可能焗得啦。2980萬 ，OK 啦，呢數回報夠高。不過我估啊，可能續租嘅時候咧就會有些少下調嘅壓力，但係唔敢肯定，話唔定真係好中意呢個位置咧。咁但係我真係覺得呢個係一個154000蚊嘅租值。但係呢數回報始終高嘅時候，咁5分食10分超信1分收手，房協沽得出嚟嘅時候，咁時間都好嘢嚟嘅，都高分買嘅。咁你未分唔使得罪房。我係盛匯新鋪基金創辦人李嘉寧，想買鋪租鋪揾我啦，同埋睇我哋公司網站或者各大經紀朋友啦。多謝你先，拜拜。盛匯商鋪配套真，租金實，保證鋪真價實。即上 bwfund.com 揾鋪或者聯絡我哋同埋各大 agent 啦。